树林地方法院进前的审判长蔡明宏逼出性骚扰事件，涉嫌用食饭做理由，甲查某法官、书记官约出来，搁伫车顶甲因乱摸乱说。这两名受害者提告了后，树林地检署今仔依照涉嫌犯强制威胁罪嫌，甲伊提起公诉。目前案件由庭改法院审理。 八只罪法院发言人镜头头前清楚说明，树林地院法官蔡明宏逼出性骚扰风波，被指控对女部下甲同事卡来手来，两名被害人提告了后，树林地检署13以涉犯强制侵犯他人性自由的罪嫌来起诉，并且将当来量刑。蔡姓被告犯罪后仍誓词狡辩，毫无悔意，且知法犯法，利用权势满足一己私欲，漠视女性人格尊严。 任其恶性重大。检方查出蔡明宏2摆下手拢是经用面山附近涉嫌用食饭做借口，硬是甲人带上车。一摆伫10多年前审检行政庭长时，讲要感谢书记官代理这部辛苦，车开到半路停伫路边，强某人先砍遮的身体罪所在。去年做审判长的伊搁安尼做，要出少年的女法官对伊卡来手来。本院尊重士林地检署的职权。那另外。 蔡法官的行政责任部分，现已经由司法院命令停止。蔡明宏讲，绝对无性骚扰这件代志，也毋过所属法院回应尊重检方决定，伊即阵互停职，由这部法庭来审理，也是伫新竹地院法官吴正富涉嫌性骚扰洪大晓。顶届法院判免除法官的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了后，司法史上第2位被认定成立性骚扰的审判长。 很担心的是说，这个司法环境里头是不是足够友善到被害人在遭受权势性骚扰的时候，有办法够友善的去提出申诉。国内掀起MeToo运动了后，才有人伫法官论坛来表示蔡明宏涉嫌性骚扰，更加有被害人案发10多年才提告。民间司改会认为，司法机关必须要检视申诉机制是不是完善，让受害人提出申诉了后，会使无顾虑以外，也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记者综合报道。